台語文扛棒來看，即馬為着要提懸家庭成員之間學台語的動力，新竹市文化局是佇影像博物館來舉辦台語家庭日，透過各種豐富多元的活動，來提供大家接觸到台語的機會。用台語教大家安怎用雞龜做出古早味的七湯麵，透過手工 DIY 體驗，讓囡仔生甲真歡喜。現場閣放送台語艋舺電影，由台語創意市集，這是新竹市文化局拜五舉辦的台語家庭日活動。我囡仔甲伊厝細漢攏講台語，所以互伊講慣勢，互伊即個環境安尼。伊甲台語對囡仔來講學，敢會足困難的？袂足困難，為細漢開始甲伊定講，變做日常，伊就會曉講啊。語言咧，就是愛一直講一直聽嘛，聽久就會曉啊。那恁哪算哪學台語，你甲對囡仔效果安怎？我感覺伊來為着是要升級啊，伊個較想要講，較愛講。用上自然的方式，讓大家在參加活動的過程中，做伙開喙講台語。現場除了有體驗活動，也當參加課點，得到上有台灣味的家子茶啊。文化局指出，今年的台語推廣會增加表演藝術課。差不多每禮拜都有台語活動。我們從114年開始，就是有幾乎每個週末都有規劃不同類型的台語課程。那包含就是像是有意識培力課程啊，然後還有就是像是剛剛講的，就是手作類型的課程。那今年比較特別，就是我們有增加了表演藝術類的肢體體驗課程的營隊。規工的活動內底，下晡也有台語美術體驗甲藝術表演，透過豐富多元的活動，今年的5一勞動節，頭家全國hiệu果趁好天，真濟家長囡仔來參加，哪算哪學台語。記者杜君和新竹報道。